玩啲咩嘢咧？OK， 我明白啦。黃寶士啊，不如話頭先咧，我介紹嘅咧，俾大家識嘅呢一個曾健王咧武士合體咧，大家識唔識將佢由名牌變成呢一個武士合體曾健王咧？識啊？對唔對？我識啊？有啲唔識嘅喎，識唔識啊？識唔識？識唔識？你識啊？嗱，咁樣啦，不如咧呢個時間咧，我揀3位小朋友出嚟，唔係我揀，係武士團隊親自揀3位小朋友出嚟，咁樣咧就幫武士團隊合體。咁啊，等一陣先，咁啊，麻煩同事幫我拎咗咧武士團隊嘅機械人曾健王出嚟先。好啦，大家見到啦，有神盾飛輪啦，有名牌啦，同埋第一鋪喎。好啦，準備㗎喎。嗱，我數1、2、3，先由紅武士啦，先由紅武士幫我揀一位舉手舉得最快嘅小朋友出嚟。咁啊，幫手上台將呢個武神合體咯喎，好唔好啊？嗱，我數3聲，你哋先要自動舉手啦。如果3聲之前舉手嘅話咧，就犯規。犯規嘅話咧，就揀你上嚟嘅咯喎，好唔好？大家知道？好啦，準備咯喎，好快咯喎，準備1、2，哦，係咪犯規？我睇唔到，我哋試多次啦，可以犯規喎，好似你睇清楚喎，可以犯規嘅喎，準備咯喎，1、2、3，好，紅武士同你。麻煩同事幫我請出嚟，嗱，呢3位小朋友，好，嚟到紅武士邊啦，好啦，跟住黃武士，你幫我揀呢個小朋友出嚟，準備好喎，我哋就1、2、3先舉手喎，1、2、3，係邊個？金色，好，點解咁快出到上嚟金色？好，最後一位啦，藍武士，麻煩你啦，小朋友準備啊，準備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慢慢啊，好啦，唔緊要啊，有機會嘅，好啦，小朋友先，叫咩名啊？大聲啲！你最中意邊位武士團隊嘅成員？紅色，紅色係咪？好，點解你着金色嘅？有嘢講講。好啦，叫咩名？你有冇睇武士團隊啊？冇。我話俾大家聽，話俾你聽。星期嘅早上9點到10點 TVB 咧就有我哋嘅武士戰隊播出咗，但係你冇睇錯，可能下個禮拜先睇啦，你識唔識咗武神嘅世界？識啊！好，我識得過你喎，你最中意邊個武士戰隊嘅成員？紅戰士啊！同埋呢位小朋友係咪都係中意紅戰士同埋武士先？如果係的話，其他嘅武者就犯唔翻嘅。好，你叫咩名啊？好，你有冇睇武士啊？你知唔知幾時睇咧？你而家咧就係禮拜六嘅時候，禮拜日嘅9點半咧就可以無線電視嘅基礎台咧就睇我哋嘅武士戰隊真團隊嘅喎，你要睇啦喎，但係要做晒啲冇問題嘅喎，好唔好？你識唔識將武士戰隊呢啲係武神合體？唔識啊？一陣間叫武士團隊幫你嘅喎，你可以幫我啊咁樣喎，因為武士團隊一定會幫低小朋友嘅。嗱好啦，3位小朋友準備咯喎，3位跟住先準備咯喎，準備咯喎，好，不如放低3部戲先啦，呢度應該暫時未有。好啦，準備啦，鬥快3個一齊將武士合體合身成為曾健王，開始！幫佢打下氣啊！其他小朋友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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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士團隊睇可唔可以幫到佢哋啊？因為其實咧，曾健王都唔係簡單㗎，由令牌變身成為呢一個中間武神嘅形態之後咧，再分別變成5個手腳
住先可以咧發生成為咧呢一個冇適合喺側邊喎㗎啦。如果你咁嘅敵人要快啲啦！冇錯啦，我哋嘅側邊王咧，除咗有武士刀之外咧，仲有咧呢一個神盾飛輪喎。除咗可以攻擊敵人之外，仲可以咧攔住敵人嘅飛擊。好，我睇你嘅支持，英雄都會敵人嚟咯！好嘢成功，俾掌聲我哋周小朋友。我哋合體成功，真劍王每一個係啊，一拍一聲，好俾大家睇下啦，大家合身成為呢一個最強嘅武士合體真劍王。好，俾掌聲佢啊！係林武士幫我拎翻啲台落去先，咁啊，咁咧小朋友咧可以咧幫呢一個武士戰隊咧解除危機喎，咁啊，咁你要送翻少少紀念品俾佢啦。嗱，同時咧幫我將紀念品咧抽俾咧。武士戰隊再送俾咧，親手送俾咧我哋嘅小朋友嚇。今日嚟到我哋咧呢一個武士戰隊嘅 Kick-Off 咧，除咗咧有機會可以咧武士戰隊近距離接觸啊，仲可以咧得到咧咁嘅禮物，仲可以去到台前呢張咁靚嘅相添。好啦，笑啦我哋自己，我哋得到咧就係呢個咧。武士嘅結句啦，同埋咧嘅一個神盾飛輪嘅喎。好，計時間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多謝3位小朋友，好嘢。好，大家慢慢嚟到先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慢慢嚟啊，再先啦。好啦。大家話玩一次遊戲夠唔夠咧？唔夠。頭先冇機會上嚟嘅小朋友，我哋再多次好唔好？我哋玩多一次，都係呢一個武士合體真劍王。我哋同時再將我哋最犀利出咧，將真劍王咧我哋玩成呢一個令牌嘅模式喎。好，睇下咧。今次咧上嚟嘅3位小朋友咧，會唔會考呢個3位小朋友先至可以應用㗎啦？我哋有幾件事㗎喎。好啦，今次咧不如由支持，安龍老師幫我揀一位小朋友上嚟啦。準備喎，我睇晒手先。好，我數1、2、3先舉手喎。準備1、2、3，安龍老師，麻煩你啦。綠色衫嘅小朋友係咪 ？OK， 綠色小朋友可以當我係武士先。好啦，黃武士，麻煩你啦。哇，係人舉手嘅。我翻到先，所以3先舉手。我哋放翻低先啦，我先揾咗啦。準備咗喎，1、2、3。哦，有例子，好啦，剩翻一位不如都係主攻，你幫我手啦。好啦。小朋友放低手先，我哋數1、2、3先舉手，準備1、2、3，最後機會啦。